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又走出了自己独立的行情，在4000点来了一个来回。大家都知道昨天美股对吧，还是一个很大的下挫下跌。但是咱们胡适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并没有一个大幅的下跌，甚至还有反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只跌了0.25%，虽然收在4000点下方。但是跌幅并不大，深成指跌了0.36%，创业板跌了0.51%，科创板跌了1.47%。两市成交额就沪深两市这个成交量又降到了2万亿以下，比昨天缩量。沪深两市个股上涨的是2033家，下跌的是2953家。如果把这个北交所的加上，那么上涨的是2100家，下跌的是3100家，也就是跌多涨少这个市场对散户相当的不友好，散户想赚钱很难。这个股票中位数是负的0.33，也就是说一半的股票今天是下跌了0.33以上。这个4000点就像一个收费站，大 A 就像个货车或者是客车，拉着金融消费者在4000点这个收费站来来回回，反正不管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跌破4000点还是涨破4000点，这个金融消费者都得掏钱。它是收费站嘛，过一次收一次钱所以说每过一次这个金融消费者这个账户就少点钱，赢了指数不赢钱。我们先看看这个海外资本市场对这个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首先是这个摩根大通和这个高盛又在唱空就是这个美股。摩根大通策略师表示散户资金的强劲流入有望支撑美国股市至年底。就是摩根大通这个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一预测基于的是过去10年股票基金资金流向的季节性规律。他们发现在非美国大选年，平均资金流入量在12月及随后的第一季度通常较高。标普500指数刚刚录得了连续6个月的上涨，创下自2021年8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9月和10月累计涨幅将近6%。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热潮推动科技巨头股价攀升，该基准指数今年已创下36次历史新高。摩根大通说从季节性角度看，过去2个月散户资金涌入股市的强劲势头很可能延续至2026年初。这个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意大利科技周上，高盛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严厉地警告投资者们，股市不会直线上涨，许多押注于越来越高回报的人可能会在未来1-2年内失望。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会有很多投入的资金最终无法带来回报。他以互联网泡沫为例，从1995年到2000年，标普500指数连续5年稳步上涨之后泡沫破裂，标普500指数大幅下跌。所罗门强调投资者应该记住，股市是曲折的，5%到10%的回调，每年3-4次，10%、20%的调整，每年1次，20%以上的熊市每3-4年1次。这个高盛的 CEO 在唱空美股他说许多投入资金将无法带来回报。11月6日晚间在美股3大指数集体走弱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逆势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一度涨超2%，也就是你看别的股票都在下跌，但是中概股是在上涨的。3倍做多富时中国一度大涨近5%。近期多家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全年经济增速的预期，并看好中国资产。其中德意志银行研究上调中国2025年第4季度 GDP 增速预测至4.6%，全年增速预期调升至5%。高盛将2025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预测从4.9%上调至5%。2026、2027分别从4.3%、4.0%上调至4.8%、4.7%。也就是这个高盛、德意志银行他们认为咱们第4季度这个 GDP 是超出他们的预期，它不调高了吗？关于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泡沫和风险，这个引起了英国国王的警惕，连国王都担心 AI 风险呢。当地时间周三，黄仁勋在获颁2025年伊丽莎白女王功臣奖后，对外媒 BBC 透露说，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亲自交给他一份2023年发表演讲的副本。2023年这个查尔斯王子3世做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就包含了对 AI 风险的警告。他说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然后他递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查尔斯国王在2023年全球首届 AI 峰会上演讲副本。信中查尔斯国王表示需要以紧迫感、团结和集体力量应对 AI 风险。国王在他的演讲中写道，他相信这项技术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改变英国和世界，但他也想提醒我们，这项技术可能被用于善与恶，因此要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推进 AI 安全。查尔斯国王的讲话中，他将先进的 AI 发展描述为与发现电同等重要。我们再看看国内专家对胡适的看法。首先已经有一个专家出来唱空了一个叫刘毅辉的，这是2025年11月7号爱股票发的一个报道，说刘毅辉今年 A 股涨幅较大，年末收官阶段止盈需求强烈，可能有200-300点左右的回撤，那就是有可能跌到3700点。11月6日，知名智囊学者刘毅辉在一场线上直播中指出，11月和12月是市场情绪转淡的窗口期，由于今年 A 股涨幅较大，到年末收工阶段止盈需求强烈，市场可能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调整，即呈现震荡缩量格局，可能股指回撤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大概200-300点，而空间换时间的深微调整概率较低，除非有外部突发事件，如美国 AI 泡沫矛盾点累积达到一个临界点，诱发一个高波，导致流动性收缩。什么意思呢？就是专家认为这个胡适自身的走势要求就是说11月、12月恐怕有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呢幅度大概300点不到，要回撤，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有力，就这意思但是会不会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幅度的调整呢？这个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美股这个科技股泡沫破裂这是专家的观点那还有专家呢，这个华泰证券张继强说，明年大量中长期存款再配置或利好股市。11月7日，在华泰证券2026年投资峰会上，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固收首席张继强表示，今年股市主要由情绪、资金和估值驱动，市场认知和叙事变化驱动行情明年有望转向业绩验证。债市今年主要表现为对年初过度上涨的修正，明年将重回基本面逻辑，需重点关注名义 GDP、融资需求、股债性价比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明年是中长期存款大量到期的一年，这类资金的再配置行为或将利好股市。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专家想多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意淫实际上今年7月、8月，对吧？媒体炒作了说这个存款大搬家，事后9月、10月央行公布的数字证明没有所谓的存款大搬家。实际上这个是符合这个当下这个判断的，也就是大家都对未来没有信心，都在存款存钱。这个指数的牛市参与的散户并不多对吧？这一轮牛市跟前几轮牛市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就是静悄悄的。是为什么静悄悄呢？实际上是很多韭菜不愿意进场，被割怕了，韭菜对未来没有信心。如果你对吧，你认为你未来工资还涨几倍，对吧？你明年就要加薪了，对吧？未来是叫芝麻开花节节高，你就不会在乎去买股票，就不用担心股票会赔所以你就会闭着眼去投资，因为你知道你股票里赔点钱，你马上就能赚回来。当下是赚钱非常难，因为大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也可能找不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变得越来越谨慎，就不会去冒险，对吧？这个是符合人性的特点的所以说明年你的3年期存款到期了，然后就去炒股吗？这不是想多了吗？明年只有一种情况下大家会投资，就是说大家赚钱容易了，越难赚钱的时候越谨慎。事实证明，对吧？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牛市走了1年了，指数牛市对吧？这个市值涨了多少30万亿了吧，40万亿，我记得最低80多万亿嘛，现在是120万亿，对吧？已经涨了将近40万亿了。消费增加了吗？那些专家口口声声说把股市拉起来，拉到4000点，消费就上去了，对吧？这个现实无情的打了专家的脸。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指数一直在涨，但是消费是一直在萎缩。胡锡进老师炒股赚到钱了，他消费了吗？上海这个建工爷叔你说他会消费吗？他有点钱他就补仓，有点钱就去补仓，只有谁在消费呢？对吧？只有那些巨富，只有那些对吧？上市公司实控人，他们割完韭菜之后套现减持，然后呢尽量对吧把它润到国外去，润不走的那就在上海买套房1.5亿。所以说说胡适拉到4000点，让那些散户赚钱，然后去消费，这个
个就是个理想主义。我们再看看这个专家任泽平啊，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这个是新浪证券报道的啊，说任泽平复盘 A 股3次大牛市，有什么重大发现啊？任泽平复盘 A 股的3轮大牛市有7大发现。这3轮大牛市指的是哪3轮呢？这个11月7号泽平宏观团队发文称，我们复盘 A 股3次大牛市，1999年到2001年的519行情，2005年到2007年的周期牛，2014年到2015年的改革牛和水牛这个3个大牛市我是经历了2个1999年到2001年那个519行情我不清楚，但是2005年、2014年的一个是6214吧，一个是5178，是不是这2个牛市我是参与的。任泽平他说探寻牛市规律，这3轮牛市有7大发现。第一个是 A 股大牛市启动需要3大条件：政策转向、资金流入、估值低位。最初充满争议，伴随估值逐渐修复，投资者热情被点燃后开启牛市。第二， A 股牛市一般经历3个阶段：政策驱动、资金驱动、基本面驱动。牛市启动初期与经济基本面关联较小，但牛市的持续和演绎与经济基本面有关。第三个，3轮大牛市平均持续时间长度17.35个月。4，牛市上半场主要靠政策驱动、情绪驱动、资金驱动，平均时长6.3个月，平均涨幅60%。第5个是牛市过程中会经历调整，进行方向的博弈、筹码的交换。第6个，牛市下半场主要靠基本面和企业盈利驱动。第7个是牛市的终结一般源于估值过高、政策转向、没有增量资金流入、经济复苏、政委等，往往在最疯狂时熄火，踩踏式出逃。这个任泽平老师总结了3轮牛市的这7大特点，有什么意义呢？这7大特点解释不了本轮的指数牛市。任泽平老师最后只好给他来了个叫信心牛本轮是东升西降牛，指数只要拉上去了自由大儒来辩经。很可惜这个任泽平老师这个大儒辩经水平一般，这个你总结的这个3轮牛市跟本轮指数牛市没什么关系如果按照任泽平老师说法，平均是牛市长度是16个月吧，还是18个月？那现在这个牛市已经走了12个月了，那意思就是半年之后就歇菜，这就是任泽平老师得出结论是吗？所以任泽平老师没法解释了，只好来个叫信心牛，或者叫东升西降牛。我们再看看这个咱们这个证券市场这些奇葩的操作、奇葩的案件，有个叫胖乎律师这个博主他揭露也就是他讲述创业板欺诈退市第一案，新摩股份2.57亿财务造假始末。大家看视频创业板惊天骗局，财务造假融资2.57个亿，如何一步步骗过监管，掏空股民？这是一个让部分上市公司实控人睡不着觉的案例。一家公司凭借一整套严丝合缝的财务魔术，不仅混进了创业板，还卷走了公众2.57亿，上市前造假，上市后继续骗，直到骗局崩塌，强制退市，高管获刑，这才为这场资本闹剧画上句号。这不仅是 A 股市场的一记警钟，更像是一部商战电影的真实剧本。它揭开了财务造假如何如癌细胞般扩散，吞噬市场诚信，掠夺普通投资者的财富。我们来看骗局揭底，一场精心编排的财务魔术。为了实现创业板上市，实控人和财务总监带领团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财务造假。他们的操作看似高明，通过外部借款、自有资金周转，甚至是伪造银行单据，在报告期末临时冲减应收账款，业绩造假。等到下一期初，再悄悄将款项冲回。凭借这套账本魔术，他们顺利的拿到了证监会的发行核准。2013年，公司成功上市，募资2.57亿元。更离谱的是，上市并不是终点，骗局仍在继续。2014到2015年间，公司接连披露的3份定期报告依然充满虚假信息。我们来看第二步，司法追击，一罪还不够，数罪并罚。公安机关最初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发现该公司上市后还涉嫌另一项犯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于是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侦查完毕后，公司与其高管同时面临2项指控：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2年后，一审判决落地，单位犯罪，公司被罚了832万元，实际控制人获刑3年，罚金10万元，财务总监被判2年，罚金8万元。这个案件有其典型的意义，就是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双剑合璧。该案清晰地展示到，财务造假在不同阶段会触发不同的罪名，数罪并罚，绝不姑息。此案也体现了司法和监管的高效衔接。更重要的是，投资者的损失并没有被忽视。主承销商发起了先行赔付基金，受损投资者最终获得赔偿，这也为后来证券法修订中强化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实践范本。第4部分，3大警示。财务造假不只是数字游戏，破坏市场根基，财务信息一旦失真，市场信任将彻底动摇，资源配置功能失效。犯罪专业化趋势明显，本案中造假手法隐秘，流程链条化，显示了金融犯罪已进入了专业版本。投资者虽最终获赔，但过程令人警示。财务造假不是简单的调账，而是赤裸裸的盗窃公众财富。随着证券法落地和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欺诈发行和违规披露的代价已大幅提高。此案就像一座灯塔，既照亮法治利剑的锋芒，也警示每一位市场参与者：莫造假，造假必被捉，失诚信终将失天下。我一直说啊，咱们这个市场，你说这种欺诈善事、欺诈退市、财务造假、大股东占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这个操作股价、这个违法减持，这事情就天天层出不穷啊，没完没了。就这种情况下，真的能带病走牛吗？对吧？这种市场如果真的啊，这个走牛，实际上是巨大的隐患呢。村长、副村长，对吧？接二连三的啊，进去蹬缝纫机，对吧？在这个号子里面可以重新组建一个监管部门，一点问题没有啊，全部到齐了。我们再看看啊，胡一静老师，这胡一静老师最近比较活跃啊，这个老灯味啊越来越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昨天好像是出了一个事儿吧，上了热搜啊，就是11月6号啊，泡泡玛特直播间工作人员展示售价79元的这个挂链盲盒时啊，那有一个人啊，他就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啊，说这东西卖79有点贵，也就是说泡泡玛特自己家的工作人员都觉得有点狠了啊，这玩意卖这么贵，有点丧良心啊。结果另外一个人呢说啊，不要紧，没事，会有人买单的，因为是直播嘛，这个就直接就播出去了，大家都听见了，引发了强烈不满。目前来看啊，还不知道这是剧本还是说确实无意中啊，就是叫直播事故啊。就我对这个话题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必要啊要聊这个事，因为你都不知道这是剧本还是对吧？确实无意中啊。结果胡一静老师啊评论居然要求这个泡泡玛特啊出来走2步来解释定价机制。胡一静老师说，他说啊，泡泡玛特卖的是情绪价值，玩偶的贵贱取决于他向消费者提供了多少开盲盒的快乐，而非物品的实用性，这是与消费者非常微妙的心理互动。然后他就说这个直播事故啊，他说这个对消费者的情绪造成直接打击，让人感觉品牌方是在愚弄大家。如果这种感受被放大，不断扩散，对泡泡玛特就可能是灾难性的。老胡认为，这种时候泡泡玛特应当非常坦诚的与消费者交流，承认这次事故对消费者所渴望珍惜的情绪价值造成了伤害，同时表达公司为丰富美化公众的日常精神生活不懈努力的真实追求，从而取得消费者的谅解，不朝着不好的方向不断联想深究。关于泡泡玛特产品的定价机制，特别是直播事故所涉商品的定价，泡泡玛特也应做出必要的解释。然后胡一静老师啊引申了啊，他说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满足越来越容易，精神需求则越来越多。泡泡玛特开创了盲盒消费所蕴含的大量情绪价值，它的探索和成功应被视为非常有贡献的价值。很多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朝着积极的方向去理解它，如朝着消极的方向去琢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还是让我们多从积极的视角去看泡泡玛特以及生活中各种新鲜事物，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中流行的新时尚。而对泡泡玛特来说啊，这次直播事故绝对是一个教训。作为一个情绪销售情绪价值的公司，这样直播事故根本就不该出，请他们把内部管理做得更好一些吧。这次的漏洞未免太大了。这胡一静老师啊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胡一静老师现在只能在外交领域啊就做一些评论了，因为这个地方别人不好跟别人不好说，你知道吧？只有他一个人能说，他想怎么说怎么说啊，其他人呢你都闭嘴。
但是在这个国内啊，像这些领域，这些胡静老师简直就是在这儿胡说八道啊！我都没想到啊，胡静老师会对这个泡泡玛特评论，关键他评论不在点子上，他要人家泡泡玛特啊公布产品定价机制，那依据是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权利让人家公布定价机制啊？你以为还是以前那个国家纪委时代是吗？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吗？定价机制那就是市场定价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首先啊，这个泡泡玛特生产的产品啊，它并不是那个国计民生什么刚需，也就是这个吃的喝的啊，这玩意一旦出事，有可能出人命，饿死人，对吧？或者冻死人，就是它不是刚需，不是猪肉，不是什么大米、面粉。那些国家对这个价格要管控，对吧？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你说你这个泡泡玛特那些什么产品啊，就盲盒，它那个不是必需品，不是必需品，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没有那个你也能过啊，你有钱你就买，没钱你就别买，你或者你有本事你就捡漏，对吧？那个还开盲盒，还有那个几块钱你也能买到的，在那个什么闲鱼上面，你不想等，对吧？你想把它凑齐，你花40万也可以，就你有钱嘛？不，这个玩意有什么好评论的？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对吧？他这个卖79，你嫌贵，他就卖7块5都嫌贵，对吧？你这超过7块，我认为那就是智商税。但问题你不能凡事按照我的标准来啊，你按我的标准来，那这个经济就没办法发展了。79块嫌贵，那多少钱你嫌便宜呢？卖790，那王思聪他也不觉得贵，是不是这个逻辑啊？对吧？那你多少钱合适呢？什么定价机制啊？情绪产品有什么定价机制啊？就是愿打愿挨，对吧？他没有违法。那至于这个直播，对吧？这个事情，那他的员工到底是认为他贵呢，善良性，还是说他是剧本搞一波营销？这鬼也不知道啊，对吧？没人知道。如果他员工真的觉得这个贵，说明他们员工待遇一般吧，工资不高吧。虽然这个泡泡玛特赚了很多钱，他好像就这一款产品啊，就卖了10几个亿，但利润这么高，你员工待遇不咋地，对吧？只能说明这个，如果你员工都是5、6万一个月，他觉得79贵吗？他就不觉得贵，对吧？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是，对吧？这个泡泡玛特啊，它虽然利润很好，但是恐怕他们的员工啊也没占着多少便宜。这一点啊，比那个网红超市啊还是要差点事。网红超市人家赚到钱了，人家不管怎么说，给员工多发一点，员工一多发了，员工就愿意说好话，员工就愿意多做点，不就这点事吗？啊，如果员工知道自己，你如果到别的公司上班，你也就4000一个月啊，然后你在泡泡玛特上班，你变成4万，那为什么多出3万多呢？就是因为这个79块钱这玩意卖出来了。你要嫌这个79块钱贵，善良性，那你拿那工资就善良性，不是这个道理吗？那他就不觉得啊，这个79块钱贵了。所以说来说去啊，应该是泡泡玛特可能他的员工啊待遇不咋地啊，不是一个人说贵啊，那2个员工都说贵，那说明这俩员工收入都不高啊。这个胡静老师让这个泡泡玛特说，哎，你公布产品定价机制，那你让这个 LV 公布一下呗，定价机制，对吧？你让那个古奇，对吧？爱马仕公布一下定价机制，好像那个爱马仕动不动出一个拖鞋4、5万，出一个什么那个帆布袋那个包好几万，你让他公布一下那个。今天好像看哪个奢侈品是爱马仕还是什么，出了一个那个蘑菇镇纸啊，也是死贵是吧？好几万，又网上好多人批评，你让他公布一下定价机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都没违法，人家正常纳税，对吧？赚得多税交得多，国家为什么不干预呢？对吧？因为它不是必需品啊，你不背 LV 的包你就买不了菜了是吗？就挤不了地铁了是吗？对吧？你不买泡泡玛特的盲盒你就活不下去是吗？所以说啊，从胡静最近的这个评论啊，比如说啊，他评论这个南大的帝王蟹，对吧？900多块钱的帝王蟹，他基本思路啊，就是凡事要管起来，政府要无孔不入，哪个地方都能管得到啊。这政府还不够强大，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凡事一切都要求管起来的人啊，他本质上是希望一个强大的政府，方方面面都给你管到。你看看饭店里，就是大学里面卖帝王蟹，这也管，这个泡泡玛特也得管，不管还行。实际上啊，这一批人就是浓浓的这种计划经济底色啊，他是改不了的，骨子里面带着这浓浓的计划经济啊。泡泡玛特啊，生产的任何东西我都不喜欢，但是它影响我吗？不影响我啊，对吧？它爱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对吧？它爱卖多少卖多少，它股价爱涨哪儿涨哪儿，它不影响我啊。它是暴涨暴跌都影响不到我，只要它合法，对吧？它又没犯法。我倒是觉得泡泡玛特啊，要学一学这个网红超市啊，你赚这么多钱，善待一下自己的员工，对吧？给他们多发一点。这胡静老师啊，他要打听人家的商业机密，也就是说啊，如果这个泡泡玛特开盲盒这玩意就4块钱，那还有人买吗？它还有情绪价值吗？它没有了。如果有这个泡泡玛特的消费者粉丝觉得受到伤害，那你就别买呀，人家都侮辱你了，都伤害你了。
了，你还买干啥呢？对吧？如果你要觉得这无所谓，那你就接着买啊，不能什么事都要管。所以说啊，这个胡一静老师啊，要求太多啊，要求这个泡沫玛特啊出来走两步，要这个你这价格怎么定的，定价机制要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泡沫玛特再怎么解释，我也不会买。本质上啊，还是想把自己的标准呢强加给别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